弟兄姊妹平安，今日所讀嘅經文係士師記第3章第7節至31節，主題係上主興起俄陀聶、以弗、珊迦，拯救以色列人。作者喺士師記第3章記載，以色列人做咗上主眼中睇為惡嘅事，忘記咗上主，轉去侍奉巴力同亞舍拉。於是上主將佢哋交喺米所波大米王嘅手中，受佢統治同欺壓有8年。後來以色列人向上主呼求，上主就興起士師俄陀聶去拯救佢哋。上主嘅靈臨到俄陀聶，俄陀聶就擊敗咗米所波大米王，於是國中太平咗40年。後來以色列人又再做咗上主眼中睇為惡嘅事，上主就將佢哋交喺摩押王伊基倫嘅手中，受佢管轄咗18年。以色列人再次向上主哀求，上主就興起便雅憫人以弗去刺殺伊基倫。以弗死咗之後，上主又興起士師珊迦，珊迦用趕牛棍擊殺咗600個非利士人，拯救咗以色列人，令百姓暫時得享平靜。反省問題。作者喺士師記第3章記載，以色列人一次又一次忘記上主，轉去做上主眼中睇為惡嘅事。咁你有冇警醒自己，唔好俾屬靈嘅冷淡靜靜咁出現呢？